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係阿明姑，喺後面分享數看福起來。我哋如果講身體有乜個問題嘅話，可能我哋可以復健；心理有乜個問題嘅話，我哋可以做心理治療。但是觀眾朋友，有聽過乜個意識療育冇？你今日就想到來賓，伊都係用意識療育來俾我哋參加人可以了解伊自家。喺過程地步，伊嘛聽到幾多人生嘅故事。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嘅來賓，我哋從事意識教育嘅王竹雲來到我哋現場，歡迎竹雲。大家好，我是王竹雲，真歡喜同大家見面。其實竹雲啊，本來係行人啦，但是已經唔到會講客話，但是伊邊度上節目嗬，伊還是學嘅嚟客話嚟同大家打招呼。像竹雲像問下我哋頭一開始啊，講到嘅意識療育啊，其實有名詞歸型嘅一啲名詞。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乜嘅人都意識療育啊？藝術療癒它其實是比較新興的名詞，因為大家比較熟悉的應該是所謂的藝術治療。那藝術治療的話呢，比較是從醫學的觀點來切入，那它的一般的理念其實就是比較是對待，就是像參與者他是有所謂的疾病，然後藉由這樣的一個參與過程，然後可能可以就是透過參與活動就治癒。但是我們做藝術療癒的過程比較是從互動式的活動裡面去，我們希望是從教育的角度切入，讓參與者他其實是有一種可以持續然後自我探覺的一個能力，而不是把它變成說是一個階段性任務之後就會結束這樣。故事對名詞來看，反而變成講，伊啲係治療。治療意思，你本來你意思，你講，伊可能有乜嘅功能已經冇誒，它可能有些功能已經可能喪失了。好，講你用治療，然後把伊治療好。但是療育嘅問題，如講而家喺市面上面都有一啲教育嘅育啦，教育嘅育。可是你可能係教一啲嘢，你可能本代嘛唔係講有乜嘅問題，好，但至少唔會教伊哋講。用來去了解你自己，所以說你剛剛有提到說去做自我了解，這個是那個所謂的藝術療癒，它很重要的功能嗎？是的，就是說他在那個過程中，他可以去了解說，原來自己可能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或是特殊的地方。那我們常常像我做的場域在很多是國小或是一些小朋友，我們常就說，我們希望在過程中讓孩子的每個光可以被看見，但是相對的，他們自己也可以看見自己的光。所以，像我哋意識療育嘅話，因為一開始我哋都講伊係用意識嘛，但是意識嘅範圍幾大啊。但是講唔能更加講意識療育嘅話，唔能更加差不多講從事應用嘅一種方法吧。在療癒裡面，我們常做的是，其實我們強調的是藝術統合。那它統合的意思就是說，在過程中，我們目的是希望可以讓孩子的所有感官都可以同時被引帶。那當然，它會有所謂的主副，但是在一般我們來講的話，我們會覺得說，在活動中，就帶入2種以上的藝術形式來設計這樣的活動。那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專長是舞蹈，那所以在過程中，我可能就會慢慢的帶入一些可能用了一些繪畫的東西，跟帶入一些可能講音樂，我覺得是太專業，但比較是傾向是從聲音的角度切入這樣子。因為唔單嚟講啊，因為台灣人可能會聽得上到講藝術一種東西，可能畫圖、彈音樂、演奏樂器這樣之類的東西。你會講太有可能夠詳細再講一下講，譬如講，你就舉個例子好了，就是說以你的一個例子來說的話，大概譬如說你剛剛說利用繪圖啊，然後你本身是學舞蹈的嘛。那你可不可以大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說，你是怎麼去帶動小朋友去借由你剛剛所說的繪畫、舞蹈之類的？是，那舉一個最近我們剛完成的一個課程，就是說我們帶入了一個自然的主題，就是所謂的兩棲類。那兩棲類的動物的時候，先讓孩子去辨識兩棲類的動物有哪些，然後從他們的所謂的移動的水平的高度，那我們去先模仿它的動作姿態，之後呢，我在地上是鋪了整個教室都鋪滿了畫布，然後他們可以去選擇他們用手或腳或不同的身體部位去夾住或綁住彩色筆，然後呢，我就要求他們用可能是蜥蜴或是任何他們挑選了兩棲類的動物的移動方式，在這個畫布上去做移動。那因為兩棲類本身就是說我們講說比較低水平的動作，所以他們就發現說，其實他在
在挑战那个动作移动，他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所以他必须要去慢慢的去克服。那克服其实不只是因为他本身可能他夹的那个位置有差，还有本身可能孩子的身体状态，因为可能我们有那个脑麻的小朋友，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是单边的移动会有困难，所以他后来他就自己要去选择，他可能在过程中他加一些翻滚会用膝盖，那也有就是孩子比较好动，他可能会太急躁，所以他画出来的线就是比较是一直线，那我就会鼓励他说，那你要不要试着我们有整片的教室，你试着就是途径稍微改变。所以其实在过程中，其实你这些引导语或是你给孩子的所谓个别的任务其实很重要。那在这样子图画完之后，我们接着做的是一个图形的联想，所以我们会去绕着那个图画先去辨认说我画的是什么路线，然后别人画了什么路线，然后我们会觉得说，那我在这个图像中我看到了什么。例如说一些三角形或者什么，孩子很容易就可能当然发展出很像房子，但是有一些他可能就慢慢的去做了一些不同的发想，就像图画联想这样子。那这当中当然有一些挑战，例如说比较像中度自闭的孩子，他可能在这样联想上他比较难，因为他们本身的形态就是这样的时候，我就又要给予他另外的一个任务，让他去做一些其他可以配合我们的活动。所以像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就加入了有身体，然后也有绘画。安尼读好了真的几神奇吼，等于讲你要作业唔单只要用脑筋吼，其实嘛要用几多的身体去做也要作业，但是也身体等于讲你一方面做事情，一方面你可能要克服这个平常冇用到的地方。好，无如讲，甚至讲，要挑战这个平常冇做到的姿势，譬如讲，像拐啊、水那种两栖类嘛，哈，对，因为它是比较贴近在地面上，所以说我们平常肢体也不会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么低的姿势的一个地方，动作的，对，所以说，我想一方面是好玩的，对，对于尤其是。那个时候家长应该就不会说你不要把我的地板弄脏了，请你尽量弄脏它。因为这也是一种可能在活动中你就是要做好所有的准备，就是说怎么去协助孩子可以尽情的玩，但是这个玩也不是随便，然后也不是说突发乱想，而是它是有目的，然后有结构性的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样其实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教育的目的，因为你都有目标在进行。对啊，然后还有做伙以后，伊嘛带生命的去认识讲多挖个东西，还嘛个意思。我想这个其实最后来，你不仅是肢体上的一个探索或者是延伸之类的，其实后来一个对于图像的一个说明，甚至一个理解的时候，其实你慢慢其实会透露出一种。我们常常会说心理上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带出来的习惯吧。我常看到的是一些习惯，就是孩子的创作习惯，或者是孩子的想象习惯。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经验的有限性，其实蛮常在这些活动中会看到的。做完之後都有講好多講，這個本大係學跳舞係咪？咁哪行都要跳舞咯。我很小就開始學跳舞了。那一開始學只是因為就是體力過於旺盛，所以家裡覺得說啊，那還是送去學一些才能啊什麼之類，可以就是消耗一下體能。但是就是沒有想到就這樣一路學，然後就進到舞蹈班啊，我就等於是台灣的所謂舞蹈專業體制上來，就一路國中舞蹈班、高中舞蹈班，然後大學舞蹈系，就是一路這樣上來，然後後來就碩士也就是也還是念舞蹈了，就是比較是朝向所謂的專業表演者這條路在前進。咁香港人會想到講，做呢所謂的能夠藝術療癒的亞外事情。其實那是我自己其實我在過程中，其實我自己有慢慢去思考自己能夠做什麼。那這樣的原因是因為其實所謂的專業舞者，他的生涯其實蠻有限的，因為很現實面就是一個體能。那所以我在過程中我就覺得說，我想要把我所學的還是能夠繼續的轉化成為我的動力，而不是說就不跳舞了就好像就換一條路走。那所以在過程中其實我也是有些慢慢的摸索。那走教育是因為我之前做一些行政工作，那時候其實一直會覺得說南北差異的那種資源
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观众可能所谓参与艺术的那种习惯性，但是我那时候自己知道说，其实这跟可能经济习惯、生活习惯都会有关系，但是也许最大的一个因素还是来自于教育。就是说他在他的养成过程中，他其实没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解，其实不管任何艺术形式都一样。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那也许我应该试着去接触教育这个领域，然后看我怎么去转化我的舞蹈专业。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是出国念书，念了一个舞蹈的相关学位回来这样子。那搿种当然来讲的话，你应该鼓励我搞跳舞当初啊，可怎么一行路艺术疗养了？因为因为两个路线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对。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因缘际会，因为我那时候我2014回台湾，然后那时候其实进的还是所谓的在学校里面做一般的舞蹈教育的推动或者是相关的研究。那是因为我后来因为榕淑华老师的关系，那我就有机会进到所谓的不同场域，像可能稍后会分享的，像是在医院啊，或是即使是在学校，但是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孩子。那这些都是因为跟龙老师合作的关系，才开启这一些所谓的教育活动的一些推动这样。可是你的别人讲，你要我能讲参加人啊，哈，都冇讲到个案啊、案组之类的。你讲来参加人来讲哈，他可能你也有在社区跟医院来做服务。对。可是变成讲，嗰種要參加安尼嘅法通嘅話，我用嘅神槍咯，還是講唔能本地都有安尼嘅法通嘅一種通知，無你講一種預告，他嘅人哋安尼。像我們在學校帶的是潛發班，那潛能發展班，它其實在學校，它其實是有固定的一些所謂的學習活動的。那我們進入的話，是用他們的午休時間去進去，所以老師這部分的話，是學校老師已經幫我們詢問學生家長的意願，然後在他篩選過他覺得適合的學生，那來參與我們的活動。那至於像醫院的話，我們是跟醫院就是合作，他們自行公告，然後就是讓有意願的不管是病友、病人家屬，或是相關的就是在醫院活動的人員來參加。其實我們比較是希望是主動。那當然我們有些場域是我們主動進去，但是它比較不像一般的課程會做開放。對。可是藝術療育對嗰種人來講，而係得了解自己最好嘅方法。有時下等下我哋話嗰度藝術療育嘅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頭節目，我哋來賓王卓源同我哋說明乜嘅叫藝術療育。卓源想問一下嗬，頭已經有說明過講乜嘅叫藝術療育，嗬，同嘅藝術治療有乜嘅差別。但是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再說明一下講藝術療育其實係乜嘅呀？藝術療癒的話呢，其實就是它是我剛剛前面說明過，它是藝術統合的一個方式。那它的目的就我剛剛也稍早有提過，它就是比較是希望每個參與者他的一個所謂的獨特性可以被看見。所以在課程的設計活動中，它除了就是說我們有所謂的教育目標在之外，在過程中其實我們也會希望每個孩子他有一些特別需要着重的地方，或是他會有一些所謂的我們講個人的任務需要去達成。例如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像有個腦麻的孩子，那他因為比較是半邊，就是能力比較沒有那麼好，那所以在一些特別的活動中，我們都會做一些可能平衡練習的時候，我就會去要求他要做一個如何去嘗試去讓他兩邊的身體可以取得平衡。因為其實在過程這是一種身體慣性，因為通常在活動中，有時候孩子為了要能夠達成這個活動，他其實求快，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習慣的方式去做。所以常常我會做的東西就是說，那我們做慢一點，那你能不能去做不同的動作去完成這樣的一個任務？然後甚至因為我們做不好，
我们多做它。那因为这是一个身体习惯的一个练习，然后也有会加强一些可能就是说如何他运用他的一个可能身体重心转移的一个方式去做改变。例如说，因为其实像我常会在团体活动中我们跑，其实我比较会担心可能他会说突然的跌倒。那因为跌倒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本能就是可以有2只手扶地，但是因为他其实因为是半边比较不方便，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有做了一些小小练习，就是让他可以做一些像侧边滚，可以比较像我们讲说可以安全的从比较高水平就站着的那个高度，然后可能如果他突然跌倒，或是他可以做这样子一个身体很自然的就是到地面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嗰種話係咪可以按嚟介紹到講，其實嗰種對於一般嘅福建嘅嗰種國土來講嘅話，譬如講像按嚟單邊嚇，可能冇辦法動作嘅聲音嚟講，而我哋福建嘅話，可能我哋如果另外去專門去做一啲嗰啲機械式嘅動作去訓練也單邊，但對人嚟講嘅話，就可能如果我實際冇用嘅法通。去變以多去練習也不給單邊，係咪呢？甚至是有一點是更進一步，是說讓他的身體可以更有全身性的活動。因為像你剛剛提到，可能他是單邊的復健或什麼，其實他是一般從治療，它就是等於是重複性的單一部位的動作，可能像你剛剛做的是這樣。但是如果說像以舞蹈動作來講的話，其實因為它是全身，所以它必須要去比較是重複的去練習他身體的。你剛剛講說從高水平這樣子扭轉下來的一個動作，那這樣子的一個習慣，可能就是我們剛剛講說這樣單邊的復健動作是沒有辦法去做到這樣子的一個所謂全身式的一個動作練習這樣子。都等於講。伊喺做嘅時間，以全身嘅肌肉如何去協調，唔單止講我哋可能練習幾條肌肉啦，好比較有力，因為伊可能嘅動作嘅改變，伊喺全身嘅肌肉，唔單止腳啦、野位啦，好無論我哋肚子嘅肌肉，如果團隊去做改變，安尼自然而然伊變成講伊全身嘅肌肉嘅力量。嘛可能會有一些平衡，無論有一些調整啊，你的感覺。那這樣子的一個課程的話，通常都是1對1嗎？還是團體？我們都是團體課，但是通常團體課裡面，我們還會再分小組。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希望每個孩子他可以得到比較充分的陪伴，所以像一般來講，其實如果我自己帶課程的話，其實最多都大概是只有7、8個。如果只有我一個搭配2個所謂的學生助教。那因為這樣的課程中，你才可以，第一個是確保每個孩子的參與度，第二個是如果有狀況的時候，我比較能夠做應對。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就是我執行這樣的課程比較是在所謂的前人發展班，那他的孩子的組合就比較多元啦，他就可能有一些是亞斯，然後自閉，然後情障、學障這些的。那因為我會覺得是小班，我自己也是覺得說小班比較好，原因是因為是一個比較我自己個人的一個親身經驗，就是說有一次遇到一個學障的學生，那之前我們有學校的老師會陪着我們，一開始跟着一起就是熟悉這樣的課程，熟悉學生。那一開始老師的應對方式，遇到情緒障礙的學生，他比較就是會是就是先隔離。然後請他冷靜之後再加入我們。那當然是因為老師很了解孩子的狀況，所以他覺得說孩子的情緒已經來了，就不要讓他有機會再繼續發揮，然後你就是先隔離之後他冷靜了才加入。那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是有覺得說好，那我就是放在心裡，當我自己執行的時候，我自己會去做這樣子的 SOP， 其實我們都會很本能覺得說這是 SOP， 但是當我自己遇到的時候，其實孩子是因為他有他前面的情緒，他帶到課堂中來，但是因為他已經是遲到的狀態，所以我沒有辦法馬上覺察，所以我就邀請他直接進來。那可能我邀請的時候，我其實我講的就是趕快進來吧，我們就一直在進行了，但是他就突然間，就我們常講的那種情緒就推到200。他就是突然間就是大哭，然後就說他不被尊重，然後他覺得說他很委屈，因為他前面的情緒進來了。那其實第一次遇到當然都會很慌，所以我就是也有點想要按照這個 SOP， 我就說啊，那你先到旁邊坐一下，但是我眼睛還是有餘光瞄到，然後我有請我的助教就是去安撫他。那當然我們的原則就是我們不會問他說你發生什麼事，而是比較就是說沒關係，你現在想哭，我們就先哭出來，你不用擔心，在這個場域你是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那助教就陪他哭，那他哭完之後其實大概沒有
2分钟，我就问他说：“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了，我们在做这个东西，那你准备好加入我们了吗？”那他其实已经不哭了，可是他还没准备好，所以我也不强迫他。那我就说没关系，那你随时都可以进来，我随时都可以带你进入我们的活动，我陪着你进来。那其实，所以第一次它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大概当下其实有怕，因为我们都会忍不住想要去安抚他，因为你看到他在难过，或是你看到他在不高兴，可是你就是会觉得说不行，我还是要很理智，因为我还有其他的6个孩子在等我，所以我不能100%的就是陪伴他。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会请助教去帮忙，就是安抚他。那只是说一开始可能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你觉得你花了5分钟，然后你觉得那种心情是很害怕，但是第2次再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就会知道说，其实他需要的，他真的只是需要有人去关注他，然后去注意到说他其实已经不高兴。那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就是我会告诉孩子说，没关系，你可以在这边把你情绪发泄，但是你也不能带进来，因为你自己其实要学着去调试。那因为这样子情绪障碍的孩子，他其实就是比较困难在这，因为他一直觉得他被教导的讯息都是要压制，或者要压抑，或是他其实人家觉得他都是在乱发脾气。那我常开玩笑，我说他其实不是乱发脾气，他只是他情绪的波动稍微快了点，稍微大了一点，他可以从0到200是瞬间。所以我刚才会说我第一次就怕到，但是后面我自己其实因为了解了，然后因为你知道了，然后你也看到孩子在练习，他在练习控制自己，或者他在练习让自己的情绪赶快散掉，因为他真的很想加入。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中变成说我们都是互相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有点像说因为是疾病，所以你治疗完之后就结束，而是比较是这个是一个学习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都在练习，他在练习怎么控制自己，那我们在练习怎么跟他相处，那甚至他要去学习这样子的对待方式，因为可能每个人跟他的互动方式都不太一样。那这也是我做这个所谓艺术疗愈的过程中，我自己一直在做练习的，因为其实每个孩子的状况也不太一样，这样子。咁像安尼一种教育的过程里边，应该能够你头先嘛讲，你特别看到是有学的。你当初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疗愈课，所谓的艺术疗愈的课程的时候，你有去接触过那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可能不是这么好理解的小朋友嘛，或者是说他们本身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障碍或什么之类的？可能我自己觉得比较棘手的，比较是像是自闭的孩子，因为其实自闭的孩子他们比较是在自己的一个世界嘛，因为他们愿意主动跟你沟通，他们就跟你沟通。那如果没有，他其实就是很容易就是回去。但是在跟荣老师的那个合作过程中，其实他一直在提醒我，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学生，就说其实我们不要那么刻意去贴这些标签，他也许已经有一些病理的状况，但是那些只是去协助我们去了解说可能跟他相处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那像我刚刚讲那自闭的孩子，就是可能在互动过程中，他可能会突然间有一天就好像跟我们讲话好像就是频道对了，所以他就会跟你有对话，他可能会跟你有互动，他会回应你，那或是他就是会跟你真的在这堂课里面，他就说跟着你从头到尾。但是其实蛮常发生的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我们说进1步，其实他就后面就会退2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时候那种挫折是来自说，明明上周很好是指说可能互动，我们有正常对话，我讲的指令他都有跟随，或是他一进来就会知道说他今天要找我。所以后来我觉得这种你讲说得失心慢慢的去放下之后，然后你也知道说孩子就是这样之后，其实你会变成说我们会去把对孩子的要求稍微在我不能说降低，应该是说变成就是说我们只能去期待孩子他什么时候愿意打开。那所以其实慢慢的可能从我40分钟课里面，孩子突然间会有一瞬间他就不见了，因为可能他就是想要去照镜子，或是他会有其他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力。那这个我可能就是有点像是半强迫的，我就会拉着孩子做，我说那你看着竹云老师，你要不要跟着竹云老师一起做这个东西？那或是我需要你帮忙，你可不可以跟着我一起来？
到慢慢的孩子他可能会主动打招呼。其实对我们来讲，自闭的孩子他能够叫出你的名字，他自动打招呼，甚至后来我们在教室以外的地方遇到，他也会跟我打招呼，这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他已经关注到别人。因为对自闭的孩子来讲，他能够关注到别人，他能够去主动跟别人做互动，其实都是难得的。到后来就是大概我们12点半上课，我12点15在备课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边，所以我就会请他帮我就是先整理一下教室啊，变成他是我的小老师。可他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后来我跟他的导师聊。他的导师就说，因为他非常的期待这堂课，所以他只要每到礼拜2的中午，他就是要先赶快吃完午餐，然后他赶快准备好，然后就说要赶快去找主任老师。当你看到改变，或是你得到可能那所谓的回应是跟过往的回应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那就会成为你持续下去的一个动力。我觉得，可是教育其实都是一种拿迄标签，教怎样去提的强下面的过程，安尼听听。休息一下哦，我等下再多个精彩故事哦。我过来复起来，上一节目我哋来宾祝愿同人讲艺术疗愈喺学校地位实现的一种情形。刚才其实想问一下祝愿哦，一开始是有讲到讲，其实除了学校以外，唔系有睇沙期啦、睇语言嘅，你有冇同人观众朋友说明一下讲，佢想睇学校以外的情形，就怎样去做艺术疗愈嘅事情啊？好，那我现在分享就是我在医院做的情形。那在医院的话呢，其实它的对象其实除了病友之外，其实像病人的家属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志工啊，然后可能附近的可能像是有长期加入医院活动的一些相关人员都是可以参与的。那其实我们当初进去的，其实比较就是我刚刚讲，就是我们是从疗愈的角度切入，所以其实那时候在做宣传，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是从所谓的艺术教育学习活动切入。那所以在过程中，其实有参与的民众或是参与的病友一直在问说，那它其实是所谓的治疗的一个功能到底是在什么程度？所以因为大家其实还是会比较习惯先知道你们的目的，还有你们可能内容是干什么。但是其实那时候我们都会是就是其实提醒大家，就说其实它是所谓的艺术学习活动，所以其实在过程中你只要轻轻松松的过来参加就可以了。然后其实中间就算因为有一些家事或者什么一些其他个人的私事没办法参与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在过程中其实也是一样，比较是着重在所谓的一个教育的角度切入。所以我跟农老师那时候我们的课程设计规划就是比较就是从身体跟戏剧这2个角度切入，所以我们会常做就是说我会带一些身体觉察的一些练习进去，然后慢慢的再带一些所谓的戏剧活动去做第2阶段的一个学习。那在身体觉察这部分呢，其实它不是很单纯的只是就是很暖身或什么，而是比较是着重在所谓的身体的一个觉察跟关照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对病友来讲，他们其实在不同状态的病友，他们的身体的所谓的病痛感受程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还在治疗阶段的话，其实常常会有一些因为可能开刀啊或者做治疗，其实身体会有一些不适。那所以其实像这时候其实就是反而要常常去提醒他们，就是说，那你能不能去关照你自己的身体疼痛的一个部位，然后试着去了解它为什么会这样，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做了治疗，所以这样。但是你能不能让其他的身体部位去了解，说他因为不舒服，所以我们其他的身体部位要更努力？因为其实也许这样讲起来有点悬，那我就举例一下，就是说，其实像我们在做一些可能
可能是肩部位的一个活动。那有时候因为受伤，所以他手可能不能提高，或者是因为他手术后，所以他其实他的旋转弧度有一定的限制。那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常做的一个练习，就是我们同样在做这个动作，你能不能去觉察你的左右手的差异？因为有一边可能有动了手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觉察差异之后，不要去强迫他，因为你这样子才会真的在跟他相处，甚至你去觉察说，他现在因为开刀之后，他的活动范围只有这样，那我能不能更小心的去呵护？那个呵护不是说就不用他或者什么，因为大家其实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他可能他手术过后，所以我这时候可能就不要提重或什么。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正因为他手术过后，那我们能不能在例如提重物的时候的一些姿势上做一些调整，不是不去用，而是去做能做的事。那所以这是比较是在身体觉察的部分的我们会做暖身，然后我们会带到一些可能就是我从我的舞蹈的专业带入，做一些比较是身体能力的一个探究跟探索。所以其实他们在过程中，他们慢慢既有一些玩游戏，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1、2、3木头人的概念，但是我们带入了可能身体水平的改变，例如说你可能是1、2、3木头人，但是你现在的木头人要停在低水平，你就看到所有人瞬间就是这样啪，就是趴在地上啊，或者就蹲在地上啊，然后慢慢的去做，让他们能够有点像是瞬间反应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改变，然后慢慢的去让他习惯这样的动作之后，我们接下来一样是玩1、2、3木头人，但是我要他们去尝试是可能不同的身体的一个姿态。然后可能例如说他刚刚只是很简单趴下，那我们在趴下的过程中，我们去思考说，我刚刚只是4只手就是我们的4肢都在地上，2只手2只脚，但是我接下来的低水平，我可不可以试试看，只要2只脚1只手，或是2只手1只脚。其实这样的过程中，他慢慢的去挑战他的身体能力，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其实去看到说，我可能可以做什么，甚至我可以看到我的伙伴可以做到什么。那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比较是像我们讲的身体探索的过程中，其实大家慢慢的，他可能去藉由因为玩，我们都觉得在玩比较轻松的过程中，他慢慢的去知道说，原来我的身体有些什么样的可能性。那甚至他有一些，我刚刚提到有一些身体的习惯性，然后这样子，身体打开。我们常说，因为身体打开之后，接下来他要做比较戏剧的一些活动分享的时候，他比较能够放松。因为像一些戏剧活动分享，其实这部分呢，又比较是偏向是，去让大家可以慢慢的从口语中去分享一些事件，然后甚至去跳脱可能我们平常的一些习惯，那可能就有一些事件的一些扮演，或是一些角色替换。可能我先讲一段故事，然后可能我的伙伴就会去取代我的角色，然后去分享说，要是我会怎么做。那藉由这样子，你去看到说，原来事情可以有很多面向，而不是只有这样单一的应对，或甚至说，我这样的应对是不是有一点太过情绪性了？对，那这是可能在医院部分我们比较会着重的部分。那医院部分其实我个人来讲，我会比较特别强调身体，因为其实大家的就如果以病友的身体状态来讲，他们其实是有些都是已经经过手术过后，所以其实很多人他们其实除了心情上比较低落之外，他们对身体的感受其实也会比较敏感。所以但是那个敏感是他们就是比较容易是偏负面的，觉得说我的身体已经不是正常的身体，我的身体已经不是健康的身体，以前没有用的身体了啦。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你要稍微转化，因为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你的身体，那而且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跟它一起持续相处。那虽然说你可能你的挑战，例如说像这些可能健康上的顾虑会比别人多一点，但是你怎么样去做更好，或是更仔细的去跟他对话或对待，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在这所谓的疗愈的过程中，或者说这样的比较教育性质的活动中，我觉得我比较想要去让参与的学员们去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我自己的认知就是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教育活动我们在做，其实总有一天我都会离开现场。那我会希望说，所有的参与者在过程中，他们学到了一些能力，那能力可能是自我的肯定。
那有可能是自我的探索，那他甚至他引发了他对某种艺术的一个爱好，那这个东西他可以在未来，在没有我的状态下，他们可以持续进行，甚至他可以持续用这种方式去跟自己对话。这是可能我做这样的疗愈活动，我觉得我比较想要比较想要关注的一个重点，这样。我想一般来讲，喺语言的地步，其实我哋太有如果讲我哋咧偏人讲，你这个冇做嘢哟，冇做嘅哟。但是本偏人的一种东西，多多系想法。我很意的讲，你可能可以去尝试去试看看人家身体，好试看看去探人家身体。虽然我可能更加唔舒服，冇办法做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慢慢的去练习。医院的教育里面，其实也比较多的，就是说你要小心，你要注意，而不是说你要去开发，你要去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个不同的资源或什么之类的。那可是这样听起来，你的方式是其实是比较正向的。可是我有点问题，如讲，你一样的人如我讲啊，我他黑站，唔像讲我哋睇學教學生嘅一學期，全部可能半教，但是一樣嘅可能黑站，我一張嘢喺我如出樣嘅，咁你發等於講唔有啲團員如來去啊，咁唔能用嚟去控制，冇個。你要用来掌控这些团员的一种？其实不会耶。其实我们刚刚说，就是我们比较是就是跟医院合作，他们就是帮我们宣传，然后我们就是会定期开班。那因为这样的过程，其实我们没有所谓的强制性或什么，因为其实是会觉得说，因为病友他们本身的状态，不管是心理或生理上，其实都不是很稳定，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说，我们永远都在这个，就是说这个时间这个时段，我们永远都在这里。那你愿意，你就随时可以参加。那所以其实如果你来试了，你觉得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不管是心理或生理，那其实等你准备好了，你再过来。但是我们也有就是病友，因为他参加了，他就我们讲说一试成主顾，他就会每年说，那你们什么时候开？那接下来就寒暑假，就大家放假，然后就是他们就觉得很可惜，他们就觉得，那有没有其他的活动他们想要再上？我说其实就是大家都需要一些不同的方式，或是一些不同的。一个生活形态去慢慢去发现自己。那因为这也呼应刚刚主持人试着就是跟做结语，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想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比较不会去看到说你不能做什么，我们比较着重的是你可以做什么。那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去告诉你可以做什么，很多是我们在过程中你让我们看到你可以做什么。那我们作为一个引导者、协同者，我们可以可能推你一下，或者是指引你，或者是把你带向那个你可以，甚至是你非常擅长的那个方向去。或者讲到艺术，唔单止可以看到quite好的东西，其实讲到艺术疗愈，还可以艺术之家，艺术朋友。你今日也感謝周永樂東來現場，同我哋講很多藝術療愈嘅故事。謝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我哋線上嚟溝通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權，今日教大家係瑜伽組合嘅動作，全身都可以運動到嘅哦。你能準備好嘅嗎？準備好嘅，請你放起來，臀前上痛下來做瑜伽哦。兩隻腳來打開來，你肩條變鬆，手變鬆。我剛剛的骨頭一節一節下去，臀的頸椎，慢慢的胸椎，一節一節。我的頭要記得變鬆哦，手嘛變鬆，可以的話，秒到停來，好，做一個停留。再一節一節放來，尾椎、腰椎、最尾
颈椎。好，再做一次哦，颈椎。臀的骨头打开来，一节一节。动作唔是夹，慢慢的去感觉的骨头，一节一节的下去。记得继续呼吸，好，做一个停留。慢慢的放起来，尾椎、腰椎、胸椎、颈椎。好，臀的手打开来，好，不用去减跳，弯片，送出去，减跳。好，来弯片，减跳，弯片，腾轮向上往下走，20次。我眼前呢，深呼吸，越挖越太强。慢慢的，脚再打开是变三角形的，做一个三角式。面位嘅脚七条风，再用嘅脚踝，数面位嘅腳再打開伸上去，你眼珠可以看嘅數，剛剛嘅數一直在延伸。慢慢地過來，更加來彎片的哦。先用你的腳趾頭，你剛剛的狀況可以再慢慢下去。那比較做不到的，我們可以用腳趾頭唔怕，可以來同欣賞同下用腳踝。一樣數，用的腳再拉長，你眼就可以同的數通下，慢慢的過來，好，更加來做弓箭步，可以發在下去，好，我腳趾頭，身呢可以挺來風，手慢慢的壓高，好，再往後，再做一個延展。
慢慢的下来，过来用只手苗好来边弯脚弯偏来。好，可以的话再下去一点哦。脚七条硬的挺来下，好，先拉一下你的筋，可以的话先伸出去一只手，好有稳的，唔怕人来边听你只手。可以的话往后延展，好，慢慢的过来，好，边的挺来，好，四足跪姿。好，我们先把肚子粘在地板上，好了，趴下来，用只手用在你的胸口前面，好，吸气，调气的时间，在上面看，记得你的手肘要踏侧，胸口打开。从3个的眼镜蛇的头，好，在上面看，继续呼吸哦，慢慢的下来，休息一下，再次来吸气，吐气。继续呼吸，在上面做停留，记得不要憋气哦。胸口打开，慢慢的下来，调息。来，第3摆，吸气。调息，胸口再打开，慢慢的下来，作为的休息室，缓和一下你的腰。慢慢的放起来，好，更加强两只手，表演的挺来下，四足跪姿，好，一只脚伸出去，两只脚伸出去，好，做棒式，停留，1、2、3、4，肚子要数风来哦，6、7、8、9、10，好，慢慢的数风来。好，再摆，一只脚，两只脚。好，如果你的状况不 OK， 我们可以手撑棒式，用手掌，好，安尼做嘛可以，来做10秒钟就好来，1，屁股要夹紧哦，2、3、4、5、6、7、8、9、10，做到的吗？做到的，来休息一下。慢慢的放起来，圆背起来。今日的动作好不好嘛？好不好哈？明日如果同我做运动哦，好好运动，俺能下次再来了。